相关嘛是消费的消息来看到，电商99购物节上场，各大平台拢杀真侪优待。其中咱看到虾皮部分，若是杀一寡高级品，上届只拍2折。另外9月初9这一天，会当有机会用1块银来拍卖化价，价值上百万的名车。若路卡回报金上届悬有43%。另外6天的部分是杀日本的家电拍5折，9块银会当限时间购物优待活动。也有咱看到 PC 房的部分，全部的产品上少拢拍4、5折，会当发优待券，扣钱变做较俗。真侪消费者听到到地拢心肝头痒痒。一箱衬拖9块。起锅嘛9块，甚至连老钱仔、枕头拢总9块就买得到。电商9月购物节开始，各大平台出奇招，6天杀出9块的商品，限时来抢买活动，要互民众买甲手软。发现呢，现在国人都喜欢购买日本的家电商品，相较于去年，我们成长了40%，所以今年特别推出了市场最低价来跟消费者回馈我们的消费者。9月购物节，咱讲是双11的头一前，电商抢进前来杀优惠，3间电商的平台来相比，虾皮杀出限时优待上加2折，6天主打日本的电器5折。PC 房是全部的商品上加4、5折，毋但优待声目，阁有各种的活动要来抢商机。虾皮9月9号会当用1块来标价值百万的车，天是会当用9块来抢指定的商品。PC 房杀出指定期间买满99块，就会当抽Okinawa 4天3暝的双人游。若信用卡的好康嘛是真惊人，虾皮主打联名款来配指定的店家，上悬43%，6天上悬27%，PC 房上悬嘛有17%，遮尔好的优待，互人看甲心花开。这一次的99是我们规模最大，联合7国一起去操作，预估我们的订单应该会有翻倍的一个成长。虾皮伫咧2016年独家来创立99购物节，真侪间电商来相对，今年同款要抢伫咧双11进前开战。目标是要互民众买袂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